各位大家好，歡迎收睇呢一集嘅江正會客室，我係 Kenny。近段時間港股表現強勁，咁投資者買賣港股嘅熱情亦都係有所升溫。但係事實上面，除咗單一股票之外，香港交易所買賣產品市場亦都有機會喺目前港股升勢當中係受惠。咁所以呢一集我哋好榮幸，亦都特登係請咗香港交易所證券產品發展部投資經理 Ingrid 同我哋講解下相關市場嘅投資機遇嘅。Hello Ingrid 你好。Hello Kenny 你好。嗱，Ingrid我哋知道啦，近段時間港股表現就非常之唔錯啦。係咪香港交易所投資產品買賣市場亦都可以喺目前市況當中係從中分一杯羹？咁同埋投資者係咪亦都可以有一啲相應部署嘅策略呢？冇錯啊 Kenny， 其實而家香港 ETF 市場咧，亦都有唔少追蹤港股表現嘅一啲 ETF 啦。咁所以近日港股做好，亦都可以見到ETF 係一個好多投資者使用嘅一個投資工具，而投資喺港股市場，希望捕捉到呢個升勢嘅。好 Ingrid，咁我哋或者首先去了解下，究竟過去成個香港交易所買賣產品市場嗰個種類係包含咗乜嘢嘅產品，同埋過去嗰個發展嘅趨勢究竟係點樣嘅？好啊，冇問題。其實香港 ETP 市場咧就包括咗兩種唔同嘅產品嘅，就有 ETF 啦，同埋槓桿及反向產品兩種唔同嘅產品，我哋就統稱為 ETP。咁咧，其實香港嘅交易所買賣產品呢個市場咧，總共有194隻唔同嘅產品啦，就入邊包含咗19隻槓桿及反向產品，同埋175隻 ETF 嘅。佢哋咧合共嘅資產管理規模咧，其實差唔多去到4630億港元。而2024年咧，對香港 ETP 市場嚟講咧，亦都係一個相當好嘅一年啦。喺成交額方面咧，其實佢哋每日嘅平均成交額咧係達到189億嘅。哦，都係一個非常之誇張同埋比較顯著嘅數字嚟嘅喎。咁我聽完之後咧，其實我反而就更加有興趣啦。咁 Ingrid 有冇一啲更加之具體嘅數字咧，去反映翻究竟依家市場上面係存在邊啲類別嘅產品，同埋佢規模究竟有幾大？另外，如果我哋對比周邊市場或者其他市場嘅 ETP 市場，究竟我哋香港嘅優勢喺邊度咧？其實首先我哋可以睇一睇我哋過去呢個25年其實香港嘅 ETP 市場嘅一個發展先啦。咁其實望一望而家呢個圖表咧，就見到其實我哋由1999年亞洲除咗日本以外第一隻嘅 ETF 喺香港上市之後咧，其實香港過去嗰25年咧，其實 ETP 市場嘅發展係相當咁快嘅。其實因為我哋近年嚟咧更加迎接咗亞洲首批嘅一啲創新類型嘅產品啦，包括亞洲第一批嘅虛擬資產現貨嘅 ETF 咧，喺2024年4月份嘅時候咧，係喺香港上市嘅。咁呢個亦都係香港有一個領先嘅優勢啦。香港亦都迎來咗我哋一啲香港第一次見到嘅一啲產品類型啦，例如2024年我哋都見到香港第一批被對認購期權嘅一啲 ETF。咁其實呢啲新型嘅一啲產品類型咧，係好多時候喺附近地區係未有見到嘅。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創新嘅優勢啦。咁其實頭先你都講過，其實 ETF 係俾到好多唔同投資者一啲唔同嘅廣泛嘅投資嘅機遇。咁其實以前可能諗起 ETF 呢個產品咧，就可能主要會諗起A 股啊，或者一啲港股追蹤港股嘅一啲產品。咁但係其實近年嚟咧，我哋亦都見到市場上有越嚟越多嘅主題性嘅產品咧上市嘅，包括一啲可能俾 ESG 嘅一啲 exposure 啦，或者一啲 AI 啊、Web3 啊呢啲類型嘅產品咧，亦都越嚟越多咁喺我哋個市場上面見到咯。咁其實如果我哋講我哋194隻產品入邊咧，其實我哋有多過70隻嘅產品咧係一啲主題式嘅產品嚟嘅。係啊，冇錯啊 ，Ingrid 講得非常之全面啊，的確係嘅。近年咧，其實香港 ETP 市場咧嗰個產品豐富度越嚟越高，亦都迎合咗咧唔同投資者本身喺投資方面嘅需求。咁呢一方面咧，我又想請教下 Ingrid 啦，因為依家市場咧本身對於互聯互通呢個話題咧，亦都係相對比較感興趣啦。咁同時，大家對於近年一啲北水流入咧，亦都相對比較關注。Ingrid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去分析翻，究竟喺過去一段時間互聯互通呢一個發展過程究竟如何啦，同埋未來嗰個發展趨勢會係點樣嘅？冇問題啊，其實你都帶咗一個好好嘅點啦，就係其實互聯互通咧係一個好受關注嘅一個program 嚟嘅。咁其實喺2022年嘅7月份咧，其實 ETF 咧就納入咗呢個互聯互通嘅呢個機制啦。咁其實自佢納入以嚟咧，一開始由原本得4隻 ETF 可以南向可以香港嘅 ETF 可以被納入之外咧，其實直至2024年年尾咧，其實已經有17隻嘅唔同產品已經被納入咗啦。咁其實喺
呢一個圖表入邊都可以見到分別北向同埋南向嘅一啲交易嘅趨勢啦。其實我哋特別講一講南向先。其實咧呢個南向嘅通過互聯互通投入去香港 ETF 嘅一個交易咧，其實已經達到22億港元嘅每日平均嘅一個成交額啦。其實就佔咗總南向嘅交易率嘅差唔多6% 咁多。咁所以其實喺短短2年間咧，係攞到好多 investor 嘅一啲 traction 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呢個係呢個 trend 咧係會繼續持續嘅。咁上年咧你都帶出咗啦，就係越嚟越多唔同嘅 ETF 產品喺香港上市啦。咁亦都好多人會可能問會唔會有更加多產品可以被納入南向啊咁樣？咁其實2024年咧亦都公布咗我哋會擴大呢個合資格嘅產品嘅一個範圍，咁就將呢個原本被納入南向呢個 ETF 嘅資產管理規模嘅要求咧就降低咗，由原本嘅17億咧變咗而家5.5億，咁就令到更加多嘅產品有機會將來可以被納入呢個南向通咯。係啊，冇錯啊！近年嘅互聯互通咧，嗰個規模都係逐步增加啦。同時，無論過去長時間港股表現定係近段時間港股一個比較唔錯嘅升勢，北水咧都係成為一個重要嘅推手嘅。咁所以，我覺得頭先阿 Ingrid 嘅分享啦，亦都可以帶出究竟目前香港 ETP 市場有啲乜嘢投資機遇啦，同時未來市場嘅發展趨勢咧，我覺得係總結得非常之清晰嘅。咁呢一集咧，我哋非常感謝 Ingrid 上嚟同我哋做個分享。咁希望無論港股市場或者未來嘅 ETP 市場都發展得越嚟越好啦，亦都希望投資者咧可以喺相關市場當中係從中獲利嘅。咁呢一集我哋時間暫時嚟到呢度。咁如果投資者希望想獲取更加多嘅資訊，可以留意我哋下一集嘅資訊嘅。再見。再見。立即下載光正財富高。記住要訂閱我哋呢個頻道，同埋撳埋隔離個鐘仔啦。